1月5日完全接受。他無法想像沒有酒的生活。遲早有一天，不論有沒有酒，他都會無法想像生活了。那時，他會知道很少人體會到的那種孤獨。他將站在懸崖的邊緣，他會希望有所解脫。嗜酒者護戒協會第113頁。只有嗜酒者才能體會這類言語的確切含義。如果我不喝酒，我就會死；如果我繼續喝酒，它也會使我喪命。這些強迫性想法的彼此鬥爭，使我這個重度嗜酒者內心充滿了恐懼與困惑。這兩種難以抑制的想法，把我推向生命中的谷底。這個谷底使我完全承認了我的酒癮，毫無保留地承認。這種承認對我的康復是至關重要的。我正面臨一個前所未見的困境，但後來我發現，如果想成功地實行康復計劃，這種承認是必須的。